中营航空的空服员过身请假制度嘛引起关注。劳动部招6间各大航空公司开会，讲未来员工请病假要列去考级的评分。若工会认为，即马讲是讲好啊，毋过若无强制规定，私教公司安怎讲，劳工共款无违法。中营航空空服员破病上班煞过身，代志议论正一天。中营航空17头一届向家属甲社会大众一例会释咧，承诺启动经营措施。劳动部邀请中营、新宇等6间国际航空，针对空服员的请假制度开会讨论，达成共识。员工请病假无列做考级的范围，嘛无鼓励员工伤病的时阵搁硬动排上班。他们除了这个勤惰相关管理外，另外也会积极的提醒员工，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，需要请病假的时候，他们会建立一个让员工不恐惧、友善的请假制度。我们在做考核制度，我们都会跟员工面谈，但是不会去特别提到他的病假。病假我们都会特别关心说，你身体是有哪一些不舒服，透过这样面谈，不是说你请病假多就一定是有问题。劳动部表示，决议内容包括业者同意员工伤病的时阵，依照规定请假，病假无列入考核范围。业者愿意建立，让员工袂惊吓的请假制度，并且落实组员的疲劳风险管理原则。因为你看他那个会议里面包含说，公司会说什么，他愿意保护员工健康，但是这个就像没有约束力。如果做出来的会议记录决议只有抽象的形容词，那各自解读起来，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帮助。不过，对于决议内容，工会认为无约束力，可能变资方甲劳方个人改头的情形，对空服员的帮助无大。嘛认为这届会议无处理特休假的部分，真可惜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